这几天南部当咧落大雨，屏东枋寮石头营附近的庄头也当咧淹水。屏东县的机关张岳辉也接到村民的通报，因烦恼讲供电厂伫山坪施工会造成水崩山，伊就喊文书工作者去遐会勘，说意外发现到2粒微波弹，也随请警方甲军方来处理。 排水沟水流真紧，内底有真侪土沙。屏东初一落几天的大水雨，有管议员甲文书人士烦恼石头营遮的水崩山，做伙来到石头营工地厂施工的所在勘查，煞伫个山坡地土沙内底发现一粒微波弹。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水土保持的边坡上的水土保持有没有做好。 结果我就发现这个好像是未爆弹。刷落来，因嘛伫附近发现另外一粒，连咪通知警方甲军方。去年石头营嘛挖到13粒微波弹，规个石头营范围有100公頃，唔知影涂骹底阁有偌济。县长应该爱甲厂商讲，是毋是爱立即停工？吼若是你无做，吼若是。 工人去挖到迄个外爆弹，然后迄个生命危险的时阵，你县长你都爱落台负负责。那这一次发现的这个区域，其实它并不在我们的工区范围之内，它在未开发区。那未来我们要进行施工的场域之前，我们会先经过监测然后确定没有问题之后，我们才会开始施工。 业者表示，这几天大雨，现场堵风池甲排水道拢正常，嘛无淹水甲崩山的现象，认为村民唔免烦恼。县府文书所表示，微波弹去年底军方就清查1摆，不过问题无好处理，干那下当发现了后通报。目前业者无违法的事项，县府会继续监控。记者邓亚文、赖伟哲，屏东报道。